喺起縮機嗰度咧，就擺喺個機嗰度轉。牛油咧係有延展性嘅嚇，即係你打佢咧，佢會皮會韌啲嘅。係啦，即係好似俾人咬嘅嗰啲小朋友咁啊。我哋係要碌到咧記唔記得幾多啊？15係啊，15、30、12、3。佢先咁樣掃嘛，分我碌麵團嘅機。用手度撳死得唔得？我都10個，有15、20。OK， 讀俾你睇下。哎呀，又收科。哇，15。16嗰啲啫。20。啱啱20嗰度得㗎啦。如果呢個難搞咧，你就攞個細棍。咁樣左右前後左右，係咪你年代啊？係咯。幾快咗feel 下佢嚇。如果有啲學婆婆咧，你就推平佢。你哋唔夠時間整啊，聽日先啦，好嘛？我快啲聽日解到1個鐘。我攞翻嚟啦，我攞翻嚟。解凍嘅時候你咪咩咯？你咪整啲米，係啦，得唔得？靚仔神。